有中人跟人水。那为了整个行车安全，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那个宜兰县警察局，也跟花莲县警察局合作办理相关的区间测速的相关的维持秩序、行车秩序的相关的区间测速的科技执法的部分那目前刚通车的话，对于整个区间测速在宜兰县的部分东澳端的东澳隧道的部分已经建置完成了那观音隧道目前也建置完成了，人水隧道目前那个宜兰县警察局正在建设之中了那预计他们告诉我是说，这个部分大概在我们通车的时候都可以完成都可以完成。但是整个区间测速总是要有一个宣导期嘛要有一个宣导期。那初步他们的预计它的宣导期可能大概在3个月左右3个月左右。那可能如果都很顺利的话，大概明年的4月份就可以做相关的取缔的作用了那我们再强调一下其实这个取缔就是为了整个行车安全、这个行车秩序啦，不是在跟民众抢荷包那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维持相关的速度那未来区间测试做好以后上来的话，那基本上它就有测速的功能超速会取缔。变换车道，如果说现在苏花改的右侧车道是叫做紧急应变车道、救灾车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变换车道走这个车道也会被取缔那如果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也会被取缔那如果你误闯也会被取缔，大概就是整个为了行车秩序的关系啦那通车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好像宣导期还那么久那一通车以后，我们就会维持有单点的测速的功能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不要超速那至于说中人跟人水这个部分是属于花莲县政府的辖区那因为我们在跟他合作的部分，可能在经费上是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它的区间测速，目前我知道他们正在发包之中那也会发包完了，会尽量去做后续的建制，那这个会比宜兰县的部分稍微晚一点但是我们为了整个中人跟人水的相关的行车安全，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有超速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协调了我们的花莲县警察局，会在中人隧道的还有人水隧道的南下北上方向各设不一定相关的数量可能1到2支的固定杆的测速照相杆来取缔相关的超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没有宣导期了只要是固定杆的测速上就没有宣导期那无非整个来讲就是维持整个我们的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所以大概我们跟宜兰跟花莲县警察局做这样的合作那希望整个来确保我们的苏花改的相关的长隧道的行车安全，大概这样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大概这样。